我係 CF 732 Studio，都可以叫我 MTR A763A764。而今次咧喺牛頭角站，而家要去雅麗道嗰邊，行到1週年啦，感謝對大家嘅支持同鼓勵。而家我哋要去雅麗道整呢個特別嘅片，出咗閘先，出咗閘啦。我哋而家咧要玩呢個叫咩話5程10站熱車站，然後由合作者嘅大路下去到呢度牛頭角站，有一程38。之後同我哋合作者打聲招呼先，嚟打聲招呼。Hello。今次我哋邀請咗合作者 MTR V617V87。多謝晒，咁耐仲未行嘅，喂，卡住喺呢度嘅啫。同埋我想講，明明距離好近，不過上一班車要用10分鐘先去到。同埋我就係想講咩 app 故障咧？至少成功抵達平田總站。時間到，呢個係食飯時間，去到呢個啟田商場。15係我哋嘅下一部車，搭至麗晶花園。等埋上咗呢部一格唔可以食嘅蛋。最後嚟安排。第一站係聖公會基校中學。又翻到嚟牛頭角啦，晚先定富街都聽成正富街啊！佢話呢個巴士站喺九龍灣站單。點解好似見唔到個九龍灣站嘅？望下另外一邊。合作者叫我睇另外一邊。大家唔好介意，唔好介意。而家我哋喺個準備到啟泰苑，應該都準備落車。準備落車，要
即係小新 Little Husky。到啦！1到全港 MMC， 其實我都中意全港車。嚟安排。Go go go！ 我哋試下查下第10個站係咩站？繼續係機艙，基本都有。落翻下層。Say goodbye， 一丁點位都冇。正式之前第15個站係太子站，舊頭都換新方向盤，準備落車。仲要幾耐咧？哦，哇！仲係一部新頭紅 ATNU， 但都唔使咗咁耐㗎。隔離仲有一部全港車，不過去中10個鐘。我終於係真正嘅準備落車，尖東安達中心，唔通安達係尖東嘅安達中心，尖東嘅，定係安達中心，定係安達中心喺尖東安達村？Oh my gosh！Man， 嚟落車。咁我哋嘅下一程87B， 上車。到全部人，倒不如你繼續企。冇第28個站，咁搭到27個站，總站嚟嘅。有熱狗開服吧，正好轉咗個位，吸咗一下都終於準備到。紅磡站到啦！上巴車已經到達紅磡鐵路站，請各位乘客落車，多謝乘搭87C線。直接暫停服務。下一程21。Go go go go！ 之後下先馬
碼頭角道，我哋搭到去碼頭角道。唔係，搭到邊個站啊？碼頭碼頭角道啊？啊，係係俾我睇下。 no 點開啊？ loading 嘅，仲要 load 幾耐咧 ？Oh my gosh！ 緊嚟落車，好似有小毛嘅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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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啦！拜。